教育部伫咧2日公布学校管理学生手机的原则草案，明定各中各小都要集中保管手机啊。因为高中是需要经过家长甲师生讨论要安怎管理。不过，这个草案是引起学生的反弹。今仔日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甲真侪学生团体就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就应该爱来确保参与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确保学生的意见会当互人听到。 学生上课进前，把手机放入箱仔保管。教育部2日公布高级中定义下学校学生早行动载具甲学校管理原则的草案。草案已过期到6月初1。拜三，学生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肯定教育部有想要听学生的意见，但强调应该爱针对无共使用情景、无共行动载具明定规范。未来若要保管，也希望莫变作是班级的干部来负责，避免管理责任理袂清。 教育部应该在条文中明确区分手机、平板、笔电、穿戴式装置等的管理范畴，根据不同情境机制订定适当的规范，避免学校任意解释、扩大条文的空间。由班长将装着全班的手机的一个盒子拿到学务处去上锁，但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或许就会衍生学生之间不必要的负担。依教育部明确规定，避免由班级干部或者是学生来去负担集中管理的相关责任。另外，针对高中管理原则，需要家长、师生同齐讨论。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强调，希望各校研议管理原则，应当确保学生代表占4至3分之，甚至参照当初高中讨论会议规范的做法，袂当凊彩否决学生的具体建议。在校务会议内，除非就是有重大的违法事由，不然不得否决就是辅以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决议。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字内容是建议也可以把它放到行动载具管理的这个里面。这个教育部提出草案，有强调爱明确有春秋分阶段来执行，也按算6月初1伫台北举办座谈会，收集学生的意见。学生代表是表示，希望教育部也通重视其他地区学生的声音。因也强调，手机只是载具，推动资讯素养是未来教育的挑战。也呼吁教育部建立具体使用行动载具的指引，重视学生的学习需求。记者张家佳、邵桂玲台北报道。